伫中华梨林的中部科学园区呢，即马是当咧办这再生水经营利用，要甲这处理过的符合再生水标准的水呢，佮接管互民间的工厂来使用。也毋过环保团体煞指出讲，这种再生水呢，其实是无100%的安全，恐惊是有污染的问题。认为讲这废水呢，应该着爱全部拢伫咧科学园区内底回收才对。 中部科学园区、梨林园区2018年开放招商到诊，目前大约有40桶斤的厂商进驻。即阵中科管理局拍算开放民间提案，接管使用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再生水，8月举办公听会，侪村长、渔民甲环保团体到现场关心，烦恼再生水也是会有安全性的问题。这废水听讲要为梨林区排去远龙湾，可能挂这土啊已经这几年啊鱼缸就歹，所以你这废水若搁排入去哦。 你也对阮这可能跟土海影响就大。最终，它如果说排到出海口，渔获量也是在这边捕获的，这边的水质如果受到影响，最后它也是我们要吃进去的食物啊。伊处理完，你水要去流入去咱迄个红湾港区，还是用成要来再利用？但是再利用的这水到底是会用袂用的？歹讲哦。 环保团体指出，原本中科梨林园区的再生水是100%伫园区内回收利用，即阵开放互民间提案申请，这的再生水最后拢是会排位红湾甲大城乡的海平。根据海流的特性，可能会有污染累积的问题。中科管理局表示，园区拢有环评机制甲监督委员会，民间的提案也拢会经过审查。阮这的再生水，伊的水质其实是大家拢听过真信任的，将来嘛是有一寡监督的机制，所以阮这个促餐。 这厂商伊提案的计划，这部分伫咧审查，大家伫咧比较的时候，拢会看到讲，伊讲的这计划是毋是有合理？中科管理局表示，园区内再生水拢有符合国家制定的水质标准，开放民间厂商申请，会当稳定产业用水，而且有效代替抽地下水。今仔日的公听会，各界意见拢会纳入后续规划参考，嘛会继续和地方沟通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